古代那个父母教小孩都有打骂的呢，也家法嘞，犯错严重还有用家法在处罚的，犯淫的还有被处死的呢。男女就坐在那个竹筏上，然后在河流上被冲走，你看多可怕啊！宋朝的时候处理那个犯邪淫的男人，等于让他们自生自灭了，多可怕呢！古代为什么教育子女要打骂？因为像去当官，因为人格上的一点缺失哦，工作任务上的一些不完美哦，或者是得罪哦，或者是大不敬哦，长上或者是暴行犯上，或者是对帝王欺君之罪哦，或者很多都是斩首了，你看被砍头了，然后你看以前呢，父母教小孩都要打骂，就怕他将来去工作犯错被斩了，被砍头了。